连市第六座前瞻立体停车场19号在北区承德里正式启用。3、2、1，启动！让我们掌声喝彩，祝贺我们承德里立体停车场带来更多的交通便利。承德里立体停车场因为靠近花园夜市有小北仔商场，甲将要营运的新光三越顶热门购物景点，加上顶了各大境内一直起的社区停车需求，所以这座中央甲地方合作开2亿5千多万所兴建的立体停车场，才大大疏解停车压力，嘛互地方相当的行为，以办喜事的心情来共同见证。遐阮是遐观光客拢一直拢进遮来啦，所以讲到使用不付费用啊，一定客满的。个新冠3月要来进驻，所以新冠3月有想要来甲阮做这个场地要停车场，毋是阮的方面，要来互遐迄种观光客停啦互因遐干部停。我讲这我请无简单呢，请几档来啊，这无简单的，请这地互咱里民。南山观光场我不敢去碰啊，因为他们都是一直要求我们提供停车位了。那这个地方本来我们220个停车位，它马上就要全部包起来。但是如果全部包起来，那里民停哪里？好，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会思考的。这个我们市政建设的这个部分，还是优先以服务市民为原则。为期2档外兴建的承德里立体停车场，在展览当中嘛，透过缩时摄影来完整记录见证这段建设历程。当然，除了停车需求，同时嘛，得目标使用来创造土地利用的最佳价值。其中就包括活动中心的兴建以及托婴中心等公共设施。其中，甲侪民代贵宾嘛做伙甲摆启用。接牌，陆承志、陈德霖起门，掌声鼓励喝彩。在寸土寸金的市区里面，把这个平面停车场改建为立体停车场，而且又多一个这个活动中心以及托婴中心，这样可以让周边民众的需求以及过往市民朋友或观光客的需求、停车需求都能得到满足。为了庆祝这个多元服务的美好，现场嘛请大家吃圆满、吃甜甜，同时要请民德各种美术班来进行修订，场面盛大热闹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